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3月2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9篇，以西结书17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心袂定。以西结书17章的经文中间，譬如有两只鹰仔，北香树甲葡萄树。这是古代的一种譬如的用法。这两只鹰仔譬如做当代的两个大的国家的势力，就是埃及以及巴比伦。当然，咱知北香树甲葡萄丛就是咧预表犹大国。咱看见着犹大国国王西底家，伊安尼袂定着。对第一只鹰鸟巴比伦的不满，伊想要来侵军第二只鹰鸟埃及。结果呢，却因为安尼来抵到灭国。以西结书的譬如讲是联军去往背起来，也就是犹大国的狩猎。以西结书17章第1节到第10节。圣经的经文安尼讲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你着甲以色列讲一个譬如，互因想内面的意思，你着甲因讲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有一只大的鹰鸟，是个大毛长个色，色彩真济个水。伊飞去黎巴嫩的山顶，去到伫北香树的尾梁。独长北香树树尾幼嫩的花，架起做生理的所在，放伫做沐浴的城市，搁伫对以色列提种子栽伫肥的地，亲像柳树种伫水源充足的溪边，种子来哺育生长正做细丛四界宣传的葡萄树，伊会寄存到鹰鸟，定紧伫鹰鸟的下面。正做发基宣传的葡萄树。另外有一只大的鹰鸟是个大，毛真水。伊即丛葡萄树将根甲基弯去即丛大鹰鸟，想要得到比伊原来更较受栽种的土地更较济会灌压的水。其实即丛葡萄树早就已经栽种伫土肥水济的园里，会当发枝结果子，正做一丛熬结果子的葡萄树。至悬的上主佮讲，即丛葡萄树欠会当佮中大无成，兼讲第一只大鹰鸟袂甲伊联军背起来，甲伊的果子慢了了，互伊树丛连新发的叶枝叶拢高大，安尼毋免出大力，也是侪人就会当甲伊联军背起来。你看。葡萄树虽然受了栽种，毋久减会当大长无成，伊减会堪得互东风扇，一定会互伊成长的园里高大。人伫拄着困境艰难，总是会产生迄种心情袂定着啦，无有把握啦，失去信心啦。这个时阵，咱应该安怎？圣经教导以色列人以及基督徒，应该爱顺探上帝律法啦，明白上帝旨意并且爱愿意来跟对伊的带领。特别是咱讲蒙恩得救、领受上帝改变的人，因为咱无亲像遐个未信者，因毋知影上帝会改变。因此，若是违反上帝改变的代志，阁会通原谅啦吼。但是，身为选民的犹太人民以及基督徒，就
无有理由通去讲啦吼，都应该爱遵守上帝诫命才对啦，免是因为违反来得到刑罚。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，保罗提醒着这个罗马教会基督徒，伊安尼讲：外邦人无摩西的律法，那犯罪嘛会受律法外的审判来灭无。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，那犯罪会照律法会受审判。因为毋是听律法的人，伫上帝面头前是义人，只有实行律法的人，才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。无律法的外邦人，若无照本性遵守律法的规定，因虽然无律法，家己就是律法。安尼表示，律法的要求有刻伫因的心内，因的良心嘛会挺实，因的心思有时家己的责备，有时家己的辩护。安尼，伫迄日，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会通过基督耶稣来审判人允捌的事。是啦，既然咱基督徒已经领受着上帝的救恩，并且接受明白上帝的诫命，就必须爱来遵行伊的命令，毋通亲像迄个西底家王安尼，拄着不如意，就无满意，就失去信心，就来变心，就毋听上帝的话语，就家己去敲找帮咱找办法啦吼，骹打两只船安尼吼。咱必须爱有坚定的信心，爱安尼紧紧来跟对上帝的引带来勇敢往前。就亲像一首圣诗的歌词安尼写着：我的信心若无定，伊要牵我手；即使魔鬼得要赢，伊要牵我手；我会痛心若得领，伊要牵我手。因为我心无坚定，伊要牵我手。耶稣时刻得带我，伊要牵我手。因为伊有疼惜我，伊要牵我手。耶稣看我做宝贝，伊要牵我手。伊要甲我到落尾，伊要牵我手。副歌呢，安尼写。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疼我到极，伊要牵我手。西底家王就是毋捌唱过这首诗歌啦吼，若无伊就袂安尼吼，袂定得失去信心，最到落尾呢，互上帝所赏赐伊的国家，去互人安尼联军背起来，受掠。失去家园，这个家园就是受抑郁、受束缚之地。诗篇39篇，我要讲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才免我的子犯罪。歹人伫我的面前的时，我要用喙约束家己的喙齿。我点点无出声，连好话也拢无讲出嘴。我的痛苦就若加天，我的内心一直烧起来。我若想火若倒，我就开嘴讲：上主啊，求你互我知家己的结局，家己的年岁有偌济，互我知家己的生命就真紧过去。你互我的日子实在真短，我的岁数对你看起来差不多是无。人只不过是一个气，人得我亲像影。因无用试试，实在无采工。因所积聚的，毋知啥人会得去。主啊，我着听候什么？我的愿望在伫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失，互我免受戆人的凌辱。因为你互我受苦，我静静无开嘴，你互我的责罚，求你甲我拄去。因为你的手毒责，我特别消灭。你责罚人，因为因犯罪；你互因所以爱的，亲像贮藏来火去。人不过是一个气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耳康听我的恳求。我流目屎，求你毋通无出声。我是倚靠你的出外人，甲我的列祖上款是架骹的。
求你来宽容我，互我还未死以前，通得到欢喜快乐。求主帮助阮坚定的相信，坚心的军队无摇动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